我们是民族的未来，青春热血铸就青春梦想。我们是国家的希望，青春之火锻造青春力量。我们生逢盛世，我们肩负重任。我们是追梦者，戏曲振兴的追梦者。我们是圆梦人，民族复兴的圆梦人。花开新时代，青春涌向党。花开新时代，青春的脚步不可阻挡。我的青春，我的青年团，100年诞辰，青春当然。我的青春，我的青年团，100年纪念，花儿为你开放。今年是党的20大和省第15次党代会的召开之年，也是我们浙江省打造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之年。4月27号，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了喜迎20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省级文化和旅游系统青年的干部座谈会。会议中呢，也强调我们青年的作用要更加的凸显，也强调了我们青春的身影要更加活跃在奋斗建设的第一线最前沿，也对我们青年文艺浙军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那么呢，也展现我们小百花的青春风貌，对吧？那么也彰显我们的青春榜样。我们也要助力小百花的记名片建设，所以，我们共青团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团支部特别策划了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特别活动“青春进行时”，我与小百花的青春故事。那么，参加我们青春故事分享会的有共青团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团支委。浙江小百花粤剧团优秀青年演职员代表和实习生代表，欢迎大家的到来。记得1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他强调，广大青年要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那么今天故事分享会的最开始，我们就请陈丽君为我们传达喜迎20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浙江省文化与旅游系统青年干部座谈会的主要精神。首先，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小百花参加这次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系统青年干部座谈会。在会议上，我也听取和学习了各行业优秀青年的代表的发言和感悟。在这里，我简要地和大家分享会议的主要精神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4点要求，一起学习，共同进步。1是在政治上站好位，2是在工作上冲在前，3是在专业上立住脚，4是在底线上守得住。我们要将青春理想和成长轨迹融入时代主题，把个人理想和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浙江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作为青年戏曲人，我们有幸工作生活在小百花这样的品牌之家、青年之家。今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小百花第1部粤剧现代戏《钱塘里》在青春的助力下诞生。粤剧现代戏《钱塘里》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处的新时代杭州，这是我们小百花团向现实主题作品迈进的第1步，是小百花团深入人文理念提升、创新戏剧内质的一次新探索。那钱塘里对我们小百花团来说呢，是一次新的尝试，但对于我们演员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尤其是我们青年演员。那其实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是 get 到了很多的新技能。那么其实钱塘里最近也一直在排练当中，我看每个演员前段时间，
包括这2天一直在剧场里泡着，对不对？对。那么也在进一步的加工、在打磨、在提升。那为了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舞台剧能进行2次加工打磨，更好的呈现在这个舞台上，对吧？那让观众可以看到更加精彩的一个钱塘里，不一样的钱塘里。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也特别的特殊，把我们今天的聊天的整个环境呢，给它设置在了钱塘里的舞台的框架当中。对，与青年主演代表，还有我们的几个青年主创们、青年的演奏员们，聊聊他们在钱塘里创排过程当中的故事，好不好？很期待。刚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就心里第一想法就是，哎呀，这怎么演啊？就完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就是他说第一场是上来骑电瓶车的，我就心里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的妈呀，这电瓶车应该怎么骑上来？就是直到就是我们从对词开始全部对完，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在舞台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出场啊，我应该怎么走路啊，甚至都没有任何想象的画面。只是跟随着剧本，或者说跟随着方小米故事的这个发生，去进入这个故事而已。那其实我觉得现代戏跟传统戏肯定有非常大的，它是完全打破我们以前的一些程式化的表演。对，因为之前在团里也学习排练过很多传统的一些大戏。那因为传统戏它有很多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可以让我们在台上去塑造，可以让我们去用。但是现代戏的话，首先我们这个故事它又特别的当代，它必须要让我们跳出我们原本的舒适区，打破我们原本最熟悉的一些表演方式。之前在舞台上，我们拿到一个新剧本，或者说我们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一个大路子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把整套的动作线全部学下来，不管怎么样，一个形总是在了。像这样的一个现代戏，它没有任何的成套的一些手段可以让你去用，更多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所以说，去演这么一个角色，去走进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艺术肯定是来源于生活的。所以我做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去非常认真的、非常细心的、重新的回到生活的本真当中去观察生活。那你是怎么把生活中那种真切感、真实感，怎么给通过艺术创作化给它搬到舞台上来的？因为舞台永远是高于生活的。如果说把生活所有的那种最真实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它肯定不具备一定的美感。我在家里偶尔也会就是烧几个菜，或者说也会有很多干家务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想，哎，干活的时候手湿了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会离自己的身体太近的。或者说我刚刚擦完一个东西，我可能就要去抓另外一个东西。那么我抓那个东西之前，我肯定会擦一下我的围裙。就是观察到这些细节了之后，就把它放大。这种分寸和尺度其实是需要我们演员就是去美化，或者说去夸张一点的。那因为我演的方小米，她是一个打工妹，首先是她很多的这种神情上面，她更多的接近于我们最普通的老百姓。那最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无时无刻都会面临生活的一些窘迫。那么我就在想，我们因为是在一个非常开心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可能不是无时无刻脸上的表情都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有压力的。但是其实老百姓的生活，面对柴米油盐，他们的神情，或者说我有的时候会走在路边的时候，因为方小米就是骑电瓶车的嘛，我就在想，哎，骑电瓶车的人，他们的表情会是怎么样的？并不是说我在舞台上骑电瓶车的时候要去模仿他们的表情，而是我就在想，这就是他们的那种神情，就是他们为生计而奔波的那种表情。我会把他们的这种神情记在脑海里。就比如说，我跟陈运河在争吵的时候，我就会脑海里出现那种他们为生活而焦虑，或者说为自己的那种窘迫而感到崩溃的那种画面，我就会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应该快搬上舞台了吧？快到最后的合唱啊、彩排阶段了，然后大家都是应该是最力往一处使的时候了。同一个目标把钱塘里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好像他出了一些意外。对，他的嗓子突然就失去了高音区的通道了，是不是？就是哎呀，这个真的是我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意外吧。就是因为就是一开始拿到这个本子，不知道该怎么演。但到我最后，我已经基本上可以把它完整的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可能要失去去演它的一个机会。我那时候心里就想，完蛋了，真的是我该怎么办？我所有的付出都白费了。然后我就是真的是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其实。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团里的领导讲，我说
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意外。其实这可能也是因为在创排过程中，因为是现代戏，我调整了念白的位置，就是包括它有很多这个像有点接近于话剧的表演，其实是过分的去追求那些本嗓、对真嗓，对，一些稍微用了一些不科学的方法之后呢，就是导致我就是完全是失声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就不是说自己身体哪里酸痛可以坚持，这根本没法坚持。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还是，就是蛮崩溃的，很焦虑啊。对，都已经谈不上焦虑，其实是这种崩溃。意外中又一个意外，他的嗓子就是得到了一个恢复，对不对？对，而且比以前更好了。对，其实跟团部领导对他也是很支持的。其实真的很感谢团里领导当时对我的信任，他们愿意给我腾出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很感谢当时所有剧组的这种姐妹们的当时对我的鼓励。真的，如果没有他们的等待，没有他们继续坚持在一线，继续去创排这个戏，让我可以安心的去北京去治疗我的嗓子，可能我现在我与钱塘里的故事就不是这样子了。其实团部领导和专家，还有包括导演，对李云霄的方小敏是给予高度评价的。所以说，在他嗓子不好的这段期间里面，也是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北京治疗嗓子。这个时候，我们前面的排练是不能停的，所以说我们临时要郑晓来顶替了方小敏的角色，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其实我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经常给就是郑晓在发信息，我说你怎么样？其实我内心很愧疚，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是我要在这么1-2天时间，马上要把整个戏全部拿下来，我是觉得真的非常有压力的。所以我在这里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好姐妹，郑晓真的非常厉害，谢谢你。那么，女子演员如何去塑造好现代戏当中男性的角色？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我们让张亚洲来分享一下他在创排《钱塘里》的时候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钱塘里对于小百花团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和开端，就是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刚开始接到角色的时候，对这些角色的把控也是很茫然的，不知道从何下手。特别是我，因为我挑战的是一位现代男性嘛，然后导演说你们不要去演角色，你们就演自己。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存在太大的差距了，因为本身我就不是男的嘛。然后我跟云霄也是，平时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就是不断的在探索，调整新的方案，不是说固定在一个模式里面，对吧？有互相的碰撞，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适合这个表演手段去带给对方新鲜感、刺激。有的时候我发现是张亚洲整天在去门口拿外卖。有的时候他甚至不在饭点的时候也在点外卖，也说明他很饿，动不动要吃外卖。那我觉得一定有他的原因。其实我多点外卖是因为我其实是想多去观察这些外卖小哥，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太点外卖的人，但是因为接到了这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他又是一个外卖小哥的身份，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去演这个外卖小哥呢？那我只能是多点外卖，我看看我有什么需要我找的这种人物感觉，然后有时候可能一顿就点好几个外卖，就是甜品啊、主食啊什么的，重点不是在吃上面，这消费还挺大。别说，下次啊，就是不要一个人点那么多顿，下次全剧组的外卖。对，多体验人物嘛。基本上每天我就点外卖，就是跟拆盲盒一样的。今天是这样的小哥，明天是那样的小哥，还有男有女，还有老有少的一种。那你为了人物是特地把发型剪成了这个样子是吗？那其实剧组一开始是有订头套给我的，但是我觉得可能用了自己的头发会更好的达到演出效果，所以我就真实。对，我就坚持用了自己的头发。我其实对头发没有这么看重，就是好像觉得剪了头发毁形象呀，很难找对象什么的。对，其实演员没有那么在意这方面啊，真的我觉得值得表扬的。对吧？完全是为了人物去服务，然后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我就记得我们在服装间有一次，他刚刚剪完头发，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以为是头套的。所以然后有一天在换衣服，突然他就进到这个服装间来，等一下，他就很冷静的说：“干嘛？是我。”就是你们在服装换衣服的演员都以为是男的进来。对，吓死了。但他一般就是比较冷静、比较淡定的那种。不讲话。对，我们平时拍抖音啊，整个旁边很闹很闹，他一个人旁边很淡定的。对啊，所以也跟你讲，就是。
张耀州就是在舞台上胭脂的官绅，然后舞女拜寿当中那个最坏的大女婿。对对对，他在台上是挺猛的，生活中其实是个很佛系人，他跟舞台上是完全两回事的。对对，完全两回事的。有那个抄经书喝茶，还有那个你们家那只什么金宝，还有金宝，还喝 AD 钙奶，跟他台上形象完全不符。这感觉这个东西都不应该出现在他身上。对吧？有一张照片是云佳给我拍的，他说就是我们钱塘里刚开组的时候，然后他说我拿着一瓶 AD 钙奶，用最凶狠的表情喝最猛的奶。那我们就请方圆给我们聊聊他的故事。好，我其实之前和君君和云霄一样，就是从小百花班毕业的，然后进了团之后呢，就是看到了那个音响的调音台，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好神奇啊，就是这里手上推子一推，然后台上的声音就出来了，就当时就对这个调音这个工作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然后因为之前在学校也是一直担任了就是班级里的一些音乐的剪辑啊，然后包括音乐的管理这些工作，然后后来听说就是音响岗位缺人，我就自告奋勇的去跟那个团里的领导上，因为我觉得小百花团领导也是非常的愿意培养年轻人的，就不光是演员，就是包括所有的岗位啊。对。然后他们就同意了我的请求，而且我当时是演员嘛，就是对音响没有一点基础，然后他们就是给我安排就是演员兼音响，就是从基础的开始学起，慢慢转换过来。对，当时就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下乡演出，就是小折子戏嘛，就是我们一整个班。然后我当时就是一边在演出，然后演完以后下来去调音，然后就有一个那个照片，就是我伴着那个青蛇的照片，坐那操控台，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这个照片，这个也要说到就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个老师冯老师啊，就是冯锡忠老师。对对对，他是团里的老前辈了，然后也是我就是改行到音响以后一个很重要的老师。那从演员到音响，再提升一步到音响设计，又是钱塘里的音响设计，你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肯定又会有一次飞跃的提升吧？是这个戏啊，对我自身的提升是很大的。包括就是这个导演，就是钱塘里这个导演王阳松导演，对他对就是给了我一个很足够的发挥的空间。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钱塘里这个戏不同于我们团其他的传统的戏嘛，其中有一段就是婴儿哭，就是婴儿哭在这个戏里面是出现过很多次的。但是它不像那个传统戏曲，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婴儿哭，它只是一个符号，就是可能就是出现一个哭声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戏里面，它的哭就是有不同的情绪，就比如说他饿了，就是什么样的哭声，然后妈妈来了，他好不容易要吃到那个奶了，然后发现又没有奶。然后这个时候的哭声，还包括那个婴儿他生病的时候，他难受时候是什么样的哭声，就是要有就是各种区别，对。然后这种哭呢，就是这种素材又很难找，然后我就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啊，就是各种电视剧啊，然后各种就是那种舞台剧的那种感觉，然后去找那种不同的元素，然后把它。就是这里摘一点，那里摘一点，然后对，凭着感觉把它拼凑成一段这样子，而且是要每一段都不同的情绪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把它做到了，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今天啊，也是个特殊的日子，方圆和沈泽峰两个人今天去拍结婚登记照了，马上要有小红本本了。这是青年的喜事。那是我们小百花的
对，哇，那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相遇，对吧？相识、相知、相爱，全部在我们小百花发生。对，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就只有陈老师、陈一娜老师之前说的那个，反正挺有意思的，有声有色。有声有色。对，因为选择风它是灯光嘛，是不是？就之前就舞美队就开玩笑嘛，就是说灯光音响不分家，然后结果就果然，因为他们的操控排摄放得很近。对。就是因为这样，有机会就要凑近一点。在小百花收获，在小百花收获了工作，还收获了爱情，就是舞美队的人生大赢家。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团里面，然后出门也不方便嘛，然后每一次就是我可能有些那种音响的这种零配件啊什么要跑出去买，然后我就说那个什么时候我要买些东西啊什么的，我本来是找乔队帮我买的嘛，然后他说让小沈陪你去。然后就经常这么陪来陪去的，然后所以说他们的媒人就是他们的队长，舞美队队长乔腾，是不是？吕聪颖啊，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我们小百花的？我是2013年，踏进这个大家庭的。当时是因为08小百花越剧班他们排了个毕业大戏《步步惊心》啊，然后我是非常有幸的，那个学校的老师推荐我，然后团里领导呢也对我非常信任。当时就担任了这个戏的主厨，所以，一直以来，那个学校只要空一点的时候呢，我都是到单位来参加排练实践的。然后直到2016年正式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那在小百花的9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特别感动、感触最深的几件事情，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恩师胡三稿老师，就他带着我第1堂课就跟我讲，你要学会做人。你人做好了，你再去把这个专业上面去提高的话，你才是最值得别人认可的。你的人品正直、勇敢才是万事的开端。照他这个年龄来说，技术上面的东西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他还是对每一部新戏的创作、排练也好，业务上的这个东西精益求精，不断的去理解，再去探索，没有说满足于现状，说我已经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水平高度的人了。我作为小的一辈，以后小百花的主厨这个岗位的接班人也好，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比较传统、比较经典的东西要学好，再通过这个传承下来的传统的东西，在我们作为青年人要勇于去创新。钱塘里呢，主要它最大的变化就是音乐上面，它从原来的传统音乐，就是我们民族的一些作曲风格，到现在的它融入了很多音乐剧的这个音乐元素，包括舞台上的整个效果，包括演员的所有的程式化的东西都抛开，它变成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戏。那在这个前提下，我作为主胡来说，本身主胡这个乐器它的音色跟风格都是比较张扬的。我如果说按照传统戏的演奏方式去弄呢，就是会太个性化。那么在为了整体的这个音乐的平衡，我也是在从中用了就是线条性比较强一点的演奏法。那么通过这样的略微的改动，就是能够融入到整一个音乐大的一个整体的风格里面，就不会显得你这个主胡一进来唱腔一进来就感觉很突兀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学习到了音乐剧上面一些音乐线条性的这些演奏风格。现在我们乐队也是进入了很多的年轻力量嘛。对。然后现在我觉得乐队跟我们演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度非常高。现在乐队的学习氛围也非常好，像平时的话，我们都会有1对1的给演员们练唱。青春就是小百花的 DNA。它托举着青年人走向舞台的 C 位，释放青春的创新活力，彰显小百花一如既往的青春传统。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青春定制款，我们有青春3部曲、碧玉簪、何文秀、白兔记、岳灵珍系浙江小百花青年演员折子戏专场，新一代的舞女拜寿、陈三两等等等等，以戏待人，青春风暴令满台生辉。在新松计划、粤美中华、戏码头、雷响中华等在群英汇聚的比拼中赛出青春之姿。
在央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第一收视率的卫视媒体上，造就诗意唯美的青春印象。这就是我们小百花青春常驻、接续不断的有声力量。好，故事继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新晋金嗓子之称的陈海峰来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其实我进小百花是因为，17年有一个就是国家艺术基金的一个项目舞女拜寿传承班，所以还是下定了决心来一场不计后果的奔赴。那其实我觉得海峰啊，他从进小百花以后，他的个性、他的性格是转变了很大的。他刚进来的时候，你自己说说吧，你刚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属于你？其实我这个人啊，属于也。就是你跟我认识久了以后，觉得我好像还挺能讲的。刚刚开始我属于比较慢热的，就是每一个人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他肯定要先去适应的。就是我这个适应的过程比较慢，你跟我讲完了以后，就是一定要建立在我能够懂，或者说我已经对你跟我讲的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认可了，我才会去改。要不然的话，那不管是你跟我讲舞台上的还是生活上的，我还是会做自己。这个确实是的，会让大家会产生很多的误会。那所以说你现在已经跟我们这个集体很好的融入在一起。对，就很多事情，比如说个性也有它的好处，那就反一面它也有它不利的一方面，也都是有的。讲究尺度吧。其实那还有，其实陈海峰他是个非常非常好学，他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经常会自己去找剧本、找编剧、找老师，这些的经历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可能跟我的就是性格有关系，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就是比较爱折腾的人，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以往演的戏都是老师传承的比较多，更多的是有一种惯性的表演。但是在我去，就是说，比如说我去移植一个戏，我自己去找一个剧本，那首先这个剧本是我自己找的，或者这个角色是我喜欢的，我就会激发我的主观的能动性，就是不管这戏会有多困难，或者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都愿意去解决的，哪怕说这个戏到最后它呈现的结果不理想，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就是它所产生的一些价值啦，就是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呈现的那个作品。从去年开始，就是这个朱买臣。就是移植了那个晋剧，就谢涛老师晋剧《浪客山下》的一折，买臣荣归，就这个戏移到粤剧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要怎么样的如何的粤剧化啊，然后更有小百花的风格啊，然后其实我们老师啊，还有就是说唱腔啊，然后导演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对一个角色应该有多方面的去考虑，也代表小百花，也能够代表你陈海峰的一个水平。朱买臣这戏现在还是一个开头，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把它排出来的，还没有面向观众呢。如果面向观众的话，观众会给你一些反应，然后你再有一些就是在调整，就在经验上还是要对这个戏还是要加以的锻炼啊，努力的。对，一部优秀的剧目一定是好戏多磨的。对，就像现在疫情虽然不能演出，但是我们演员啊主动学习的这个心和平时排练日常是不能停的，这样慢慢的沉淀下来，我们到时候才可以厚积薄发。最早接触就是我们刚才你说到的那个舞女拜寿的传承班。对，然后我是给她化妆，那个时候给她化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她扮相酷似董克迪老师。我这个老生演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一定是否对自己这个染口啊、胡子是不是保护得好。有些演员打开就是稻草杆，我告诉你就是乱七八糟。当陈海峰打开自己化妆箱的时候，他的那个胡子永远是烫的，就非常非常的整齐，躺在那个化妆箱里面。这不是胡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好，是我自信的来源。是自信来源，就是这个从一个细节哈，就可以看出，就是一个演员对自己事业，对自己这个从事的这一份，演员这个行业吧，或者说对自己这个行当的那种尊重。其实这样其实获得了我们对他的尊重。那个海峰的朋友圈啊，他每一次我看他的朋友圈，或者是有时候想到要给海峰发一个信息的时候，点开他的朋友圈里面全部都是就是
今天几月几号，我到哪个地方，然后哪个剧院看了什么戏，然后他的观后感都写得很满。你今天又到哪个老师家里去学习，我感觉就是海峰的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来就是学习。真的很好学。我以前也不爱看史书的，那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去演这样的人物，你必须要就是说你要把他的历史背景，或者说他哪怕他是民间的一些传说，或者说就花边新闻啊，然后不管是正史啊，还要更多的要了解他就是生活上的那一面，就是很多很多。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在现实当中去拿捏，这个必须要从书本上去吸收，这样子我觉得整一个人，或者说我这样的老生在台上，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分量感，还有一种深沉的感觉，要不然的话，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上去，那我私下里我声音也很细，也很小女孩的，那上去的话，那大家就是看了就不舒服，会觉得哦。就男人的味道，特别是老男人味道，一点都没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春三部曲》其中白兔记李三娘的扮演者郑晓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我觉得其实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应该也是从白兔记开始的。白兔记是我的一个毕业大戏，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排过，也是跟佳妮合作的搭档。然后我们大概已经是18年的同学了吧？是18年的同学，对，英雄好汉。这个戏是我第一个就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戏。当时是2020年的疫情，然后在家里呢也不能演出，我就想到了跟领导说，能不能把《白兔记》复排起来？因为这个戏的确也是很锻炼我们青年演员的。然后呢，小百花呢也有《白兔记》，之前是何炅华老师演的嘛，没想到呢，领导马上就同意了。然后复工以后，第一时间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复排《白兔记》，然后还给我们请了很多原声带的老师1对1的辅导，所有的服化道也全部重新打造了。大家觉得我在排《白兔记》的这段时间里，心里挺多定的，但是内心的波澜吧，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安，因为我已经10年没有上台演过主角了，然后站在舞台中间，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当时就是跟领导说了这个，提了这个要求以后，开始排，然后到马上就要合成的那段时间，我就是很焦虑，就是我很怕别人会说，你没有这个功夫，干嘛要去揽这个活啊？就是很怕，就是表现得不好，然后又是代表小百花的。站在舞台中间的这样一个作品，我就是觉得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直到首演完了以后，我意外的收到了很多同事、老师、领导的一些肯定，就是说你可以的，你完全可以做得很好，你可以发光，你在台上是亮的。然后我就当时就是一下子被点燃了，感觉，就是也是《白兔记》这个戏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其实任何的付出它都是有回报的，所以说机会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的。我觉得这句话送给你真的太到位了。其实，郑晓后来在《白兔记》的整个演出的呈现很好。再说这些剧目的故事剧情是很多老百姓喜欢的，一些观众都是在跟着流眼泪，说明这个戏就打到观众的心了嘛，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让观众走进去了，这就很重要。那么接郑晓的话，他的 CP 是金佳妮嘛？那我们来采访一下金佳妮。佳妮是10年进到的我们小百花豫剧团，对不对？那我记得你好像在17年的时候短暂的离开过1年，那么为什么后来又选择回来呢？当时呢，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冲动啊，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点后悔。然后我记得那2年，突然之间我的脸一下子爆发过敏的很严重，然后也4处求医，看了很多，然后一直都不见好。然后当时可能情绪上也是有一点点就是沮丧，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是有点迷茫，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冲动的选择。我记得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手机上朋友圈大家也还是就同事之间会密切联系嘛，然后
就是看大家有发朋友圈，包括演出的一些照片啊，或者一些那个活动啊，一些动态，我忽然觉得，以前这些活动里面都有我的身影，一下子我觉得里面好像没有我了，好像跟我无关了。对，当时就一下子觉得我好像不属于小百花了。那一刻，我觉得内心其实是刺激我是蛮大的。然后后来我就是跟老师啊，包括跟同事之间啊，也有一些接触，包括他们对我的鼓励。后来我就还是想，因为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很爱这一份舞台的，很爱小百花的，所以我选择还是要回归。当然，就是回归的同时，更加明确了我是离不开越剧这一份事业的，因为我本行当是老生行当。然后之前在单位里面，其实也是演的是那种多彩的角色，包括《江南好人》里面的林涛，然后《二泉映月》里面那个卖五香豆的阿五。其实这些角色，也是赋予我很多色彩的。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言，我第一口奶吃的是老生这个行当。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渴望有一个老生的戏，让我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真正接触到你的本行当老生的主演戏，也是《白兔记》嘛。正式回归到小百花之后，其实单位里的领导也给予我很大的信任和认可。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不仅是回归，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提升。排了《白兔记》啊，然后当时是又当剧务，然后又演的窦老。然后一次彩排的时候，就第一次彩排演的完整版的时候，演完之后，我没有想到，有领导老师们，就是全部老师们都过来说，你进步很大，你进步很大。但是他说的不是你进步了，而是你进步很大。我觉得这个给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看到了。例如他也是非常用功的，他也会有对自己的在剧团的一个定位啊，他会有自己一个铺垫的。他也会想去学戏啊，在外面找老师啊来排练啊，什么都会汇报上来。我觉得这点的主动学习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刚刚在座的这么一群青年演员，每个人手上其实都有拿得起自己的大戏。对，郑晓、金佳妮的《白兔记》，那当然还有徐宏、张亚洲、毕玉簪、陈丽君跟徐悦娜的何文秀。对，当然说还有比如说李云霄的陈三两。对不对？还有夏依这2年的一个《琵琶记》，琵琶记更是我们小百花的超级经典剧目，青年一代的《舞女拜寿》。其实也看得出来，其实小百花的每个演员都是实力派的，就是也看得出我们小百花一直就是把我们每个青年演员都是捧在手掌心的。对不对？都非常的爱护，非常的呵护他们。是金子，它总会有它的闪光点。对，时间到了你就上，对，你就展示好了。就像我也经常跟我的演员们说，任何付出它一定是有回报的。虽然说你现在很努力，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结果，但是在某时某刻、某一个地点，你一定会发光的。这段时间啊，浙江卫视推出了一档关于宋韵文化的一个节目，那其中有一个篇章呢是讲《梁祝》的。那么我们的青年演员陈丽君和青青在里面扮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我们青青的扮相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和漂亮，完全展示了我们青年戏曲人的美丽和自信。那么青青，其实以前你的状态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想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蜕变成为现在的你。对于我以前来说，其实是很不自信，心应该是很否定自己。在心态上其实有一个质的改变吧，就是一开始我是否定自己的，然后到学会鼓励自己，再到主动性的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这么一个阶段。其实我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瓶颈期，有一段时间其实我状态特别的差，我在怀疑自己的同时，其实那段时间，其实我每天都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就是我在鼓励他。我会对着镜子里的另一个青青说：“你要加油，你要努力，你可以的。”青青，你真的没有必要不自信，你知道吗？因为
我不说别的，你的形象真的已经让很多同行的花旦已经非常非常的羡慕了，你们说是不是？甚至是嫉妒。对，你看是嫉妒。青青啊，真的，对呀，你真的是我觉得她是戏曲圈的奶茶妹妹，她真的形象非常的好。哎，有一天我看到你在新松计划比赛录像的时候，她那个扮上那个祝英台嘛，真的好像仙女哦。我就拿着手机，我就很高兴的跑过去，我说：“青青，快，我们来拍张合照吧。”然后青青就很紧张说：“等一下，我是1号，我还没有开始，我想等拍完那个录像，我再跟你合照，可以吗？”我马上就败兴而归啊！好的，你去拍吧。志清真的不要不自信，你真的很棒。那可能是一个过渡期吧，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可能是我最艰难的一个瓶颈期，也是我的一个最珍贵的一个跨越期。跨过了，可能就好了，一切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刚才你说到是你自己非常努力地跨过了这个时期，那是从什么样一个转机让你跨越而去？一路的成长，可能有生活的经历，工作上的历练，让我在另外一个台阶上可能有了不一样的跨越。其实我非常感谢，就是我身边的同学，就是团里的小姐妹，就是在我状态非常差的时候，她们都在我身边陪伴我，就是鼓励我，让我找回这一份自信。其实大家都很有爱，特别是在我们小百花团，就是大家其实在每一次的演出中都有不一样的收获，但是呢，也可能也有在演出的中间也有很多的这种插曲，也有很多今天没有演好啊，或者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是在这里，其实我是非常感谢大家能一直对我的陪伴，让我有信心。再加上就是去年有好几场的这个舞女拜寿，和魏春芳老师还有李肖文老师就是搭档了，然后他们其实在舞台上给我带来很大的动力、力量。是你讲到身边有这么几位同学，对不对？来帮助你，我想想这个时候肯定你的同学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觉得，成长就像长身体，就是骨头会痛的，但是当你熬过去之后，就获得了新生。因为看着青青一路走来，包括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路走来的，每个人都有特别难熬的一段时光。就是他现在的状态跟之前是非常不一样。其实前段时间也跟青青说过，我说，哎，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的状态、你的思想，都是往积极方面、正能量走的，而且带着一点点佛性，我觉得特别好，他的改变很大很大。我觉得作为我也好，作为我们青年人也好，或许我们在紧张，或者我们有压力，或者我们害怕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给了自己内心太多的包袱，就是却忘却了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最初的一种本性，或者说应该其实是去享受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就是不单单是对青青说吧，我也是对自己说，就希望我们要记得演戏永远是快乐的，就是不要忘记，就是说哪怕我们没演好没唱好也没关系啊，我们只是在演戏，只是我们需要很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也好，把这个我们演的这个故事最美好的地方也好，才能把它真正的都把它演出来。进班到现在就是已经有大概大概有13年、14年，就是从来没有分开。我至今啊，至今好像也是没有这么多10多年的在一起。就虽然说我们平时可能不会说每天都待在一起啊什么，但是只要是无论任何人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会就是很自然的会来很真心的帮助你，就包括青青也是，就是包括他这次行动计划比赛，就其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平时可能心理负担会比较重，会担心自己比不好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很真心的希望他能更好，
所以我也会就是在他平时排练的时候或者是录音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他，就是跟他说，就是我从声音的角度会跟他说，其实音色很好，只是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处理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就是稍微细再点一点就会更好。其实云霄跟我说的，就是除了戏专业上面的一些问题了之后，就是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也是我接下去最想达到的一句话吧，就是云霄说，青青我们要学会享受这一个舞台。其实我的不自信到自信，就是我中间可能就是没有想着说我要放下包袱去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观众给我的这个掌声。其实我就是这个包袱太重了，但是呢，就是我到后面我总结出，就是舞台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人物的信念感也是真实的存在的。我要学会就是享受舞台给我带来的快乐。说得好。然后刚才听了他们的同学之间的故事分享，我觉得其实我们小百花这一群人呢，其实都是双手都是紧紧的全部握在一起的，从来没有松开过，对不对？包括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正是我们的5一长假，然后你们的这种状态，其实给我们团支部大家这些委员们来策划这个活动支持，对动力。那么，然后你们在家里本来有孩子陪伴，对不对？那也有一些大家几个父母身体不是很好的，对吧？也有肯定有自己，大家都在前堂里抒情的排练那么忙，好不容易趁5一1号、2号这2天喘口气的机会，我们来做这样子活动。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忙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舍弃了。为什么？就是我们想做这一期节目，想给所有的人看到我们小百花这股青年的力量是种什么样的状态，好吧？我把电话讲掉。王骁龙是去年加入我们小百花这个大家庭的啊。那我想问你一下，小百花这3个字第一次映入你脑海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印象？我刚刚学剧目开始，第一个剧目就是小百花的《白蛇传》断桥，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学的很多的其实都是小百花的折子戏，像圣思，然后幽构、楼台会，还有周人哭妻，都是很多都是小百花的戏。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老师也真的很喜欢小百花吧，就是跟小百花的缘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对。然后学折子戏的话，肯定会就是要去看大戏嘛，看它整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看的戏其实是陆唐，然后那个时候看陆唐就是好多。就那时候小嘛，什么都不懂，那肯定是就看哇，好美啊！然后看那个就是看的是新版的不是最后有漫天的那个花瓣落下来，然后那个天幕一打，那个上面陆游和唐婉的诗，然后那2道光打在陆游和唐婉的身上，他们2个人就是那种相望无言的那种瞬间，我就感觉天哪，就一下子戳到我的那个点了。然后我就又去看了《梁祝》，《梁祝》里也有花瓣，《梁祝》里是那个祝英台，就是踏着花瓣嘛，就是走向化蝶走向那个满是花墙的一个坟墓，然后就有种虽然他走进了坟墓里，但是就是有一种走向新生的感觉。孔乙己啊什么的，江南好人那些都看了，就感觉小百花整体呈现出来的，就是非常。让我很喜欢，然后也很向往，就是它有一种整体的一个审美，就是还有每一个部门呈现出来的那些综合都非常的丝丝入口，都特别的严谨。我就觉得天哪，我以后我也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面去演出。我觉得我要是能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我就此生无憾。对。其实骁龙啊，听这个名字王骁龙，我当时还没有见到他这个人之前，我觉得他就像这种有大哥风范那种这么一个演员。后来看到他以后，就乖乖的小小的，就会产生一种姐姐对妹妹一种保护欲，对不对？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进入到小百花的感受？我觉得是幸福吧，因为我其实特别怕生，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嘛，就是整一个集体，
就是差不多，其实好多姐姐还有老师都是我从小看着学习你们的戏，看着你们的戏学习成长的，所以就是有一种就是原本都是仰望的那种人，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边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尤其是，刚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排碧玉簪，然后在排碧玉簪，就是我一进来我就特别紧张，然后那个时候姜瑶老师就说：“肖龙，你坐到这边来。”我就坐在旁边看戏，我整个人一直在抖，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然后就是我们有一次第一次开会，就是老师说介绍一下，每个人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嘛，我就真的太紧张了，我就说了我叫王肖龙，银派小生，然后我就真的没话了，因为我真的后背上全是汗，就这么几个字，就让我已经不行了。刚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机会也比较多，我们团里面那个时候在排《琵琶记》嘛，然后也是有安排到龙套，然后还有就是岳灵珍戏的这个排练，就是特别的幸运，就是也让我有机会能够加入到里面。之后《舞女拜寿》和《梁祝》的巡演，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就是一下子突然感觉好像有特别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我就感觉我好像自己突然间就是那个精神有一点紧绷。到那个《梁祝》的书生啊，就这一个舞，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练了，因为我比较生嘛，然后大家都会怕我就是有一些音乐啊合不上什么的，然后就是在私下里面帮我练完了之后，每一场演出不管是哪一个点都会再陪我走一遍。就《舞女拜寿》的小舞，我以前也没有演过这个人物，然后就一个第一场那一个哥哥拉着我走的那一个转身。就是他和孔老师两个人就一直在那里示范，就跟我示范了无数次。然后那个对手的姐姐啊，也就一直在陪我练，一直在陪我练。还有就是跟佳妮姐之前我们也有对戏嘛，就是她凶我的那一下，让我跪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眼睛，我是真的被她给吓了，这么大的眼睛，就是你这个跪下的时候我就。当时他的眼睛放大了，对，就是对手给我的那种冲击吧，就突然间让我感受到了，就都是很多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那么你在备战新松的时候有哪些的感想呢？这其实是我第2次参加新松了，然后第1次的时候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的，就是17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跟小百花有过短短的那么一个缘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了团里面蔡老师的那个《周人哭妻》，我觉得哇，又有技巧，又唱得这么好听，这个人物又这么的悲惨，那种内心的各种挣扎什么，就觉得天哪，我太想演这个角色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学校嘛，也非常的就是非常有幸帮我请蔡老师教了我2天，因为我那时候还比较小嘛，其实我根本就没办法理解那么深层次的一个戏。然后这一次的话，其实我本来也是想演哭坟的，但是技巧方面吧，还自身就是还不够到位，所以就是听老师的话，就是选了一个比较擅长的，对，比较擅长的醉话，也是从来到团里面开始吧，就拼命的想让自己就是看起来成熟一点，就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青年演员站在台上，而不是说我还是一个学生这样子。就是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是可以把这个剧目体现出它，跟以前该有的水平。是好，说得好，对吧？该有的水平。我们看那个王肖龙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他眼睛里是有光的，他这种光就是对我们小百花的热爱，对于戏曲表演的渴望。那还有我们的昆曲泰斗大师汪世宇老师，听说是你的启蒙老师，对不对？那你跟汪世宇老师是听说是有非常好玩的那个事情。其实我是11岁的时候去考艺校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汪老师招的我们班这一批小孩，然后从1年级开始教形体，他就是带着我们从台步啊这种指法一个个都开始教的。然后就是其实小的时候也不太懂，然后呢那个时候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虽然是一个泰斗级的老师在那里，但是因为跟我们其实小嘛，相处的就像爷爷啊那样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对我也是非常宽容的，就是比如说学
第一出戏是《醉话》，跟汪老师学的戏。然后这一出戏呢，其实现在跟以前已经大不同了。以前汪老师教的时候，其实那个身段是比现在要复杂的多的，因为昆曲是且歌且舞的那种嘛，然后到我们那个时候又小，做起来呢就动作又不好看，然后又来了个多，就觉得我能不能删他几个简化了是吗？对，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审核的时候，我就是把有一些动作给去掉了，但那时候汪老师也没说我，他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动作是跟人物是就是相符的，那其实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的，只要你觉得你这个动作是符合你这个人物就行了，那你说你这下不直或者你这个水袖不投啊，身段不做都是没有关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反正他那时候也没有说我这样不对嘛，反而是有些鼓励的，就是说你这样子剪掉也还可以。那就是举一反三到其他的戏，或者说人物的内心身上，我就会去就是自己会去想，因为他也经常跟我说你死练是没有用的，要用脑子多去想，然后就会多去思考那个人物啊应该怎么表现这样子的。就可能就是从这一种鼓励下吧，我就越发的肆无忌惮。那我们演员啊，在排练的时候，我们一定说是听从导演的。那如果我们上了舞台以后，我们要听谁的呢？舞台监督，因为舞台监督的职责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不管从乐队、舞美、演员、服化到所有，都是操控在舞台监督的手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听听我们的青年舞台监督曹欣怡的青春故事分享。就我从小喜欢画画，然后。其实我来小百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家庭影响，因为我外公外婆都是戏曲演员，我从小呢也是在剧团里长大的。曹欣怡呢，她也是，毕业于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她也非常热爱舞台美术。就是在从事画画这个职业的同时，其实也还是想。留在舞台上吧，舞台上也是有我儿时的回忆吧。舞台监督这个工作，就是对于整个舞台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岗位。然后呢，其实在技术上，包括统筹规划上，还有美学上，对于我个人，就是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他刚来的时候啊，也很不明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对吧？有的时候到我们化妆间来了。看我化妆，有的时候到服装间看在烫服装嘛。过了段时间，跟别人一起在剪螺丝、拧螺丝，然后开始呢，跟个男子汉一样的，开始就把整个手撸起袖子加油干，对对，那是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从基础干嘛？那从最小的螺丝钉拧起，就是跟舞美队的兄弟们就一起干活，就还蛮开心的。就是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整个舞台，你要吊杆要怎么放，就是景要怎么装，这些都是要去学习的。丁碧辉老师对你的帮助非常大。对，是他算是我在舞台监督这个岗位上就是最重要的人了。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狠心的，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第一次就是上手主操吧，就是整个舞台就丢给我了，让你独当一面。对，那天我就顶不住了，就是因为老师不在身后，然后又是第一次，压力还蛮大的，但是还蛮幸运的，就是都做好了。然后好像你在下场门看你红着眼睛哭了一顿啊，对，就是顶不住了，压力太大了。你实践过一次之后，其实你就知道舞台监督这个工作岗位的难度和职责是非常非常重中之重的。舞台上其实安全非常重要，舞美队可以算是舞台幕后的黑衣人吧。现在的观众就是对舞台的要求其实不仅仅是看演员的表演有多么好，而且其实他们对美学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你对舞美设计的梦想还会继续保持吗？那当然会保持。这个目标梦想特别好，我们给他加油。舞美队的老师也好，兄弟姐妹也好，真的是给了我们心理上很多安全感的。还记不记得银海爸爸的事情？银海爸爸这个称号怎么来的？就有一次我们在那个造物节演出，我们演出场所就是在西湖上，你知道吗？就水上的演出。然后我们所有演员是在一条船里面候场的。
然后到我们演出之前，那我们要从团里面走出来嘛。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已经走完了，后面有个团队也在走。突然有人说啊，有人掉水了，然后我们就银海爸爸就不管穿什么，就不管，这要跳下手去救我们了，你知道吗？还好，我们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他像护小鸡一样护着我们，觉得掉下去是我们的人，他有义务要把我们救起来。还好那个掉下去别的团队那个人也被当时的安保人员救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好有安全感哦。突然他就突然变得很伟岸，2米8大个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叫他银海爸爸。刚刚凌霄说了舞美队给我们安全感的人，然后我想起了乐队有一个很可爱的青年演奏员，叫小肖。他在白兔记刚刚开始排练的时候，然后到演出合成的时候，他就是有一天给我发私信，他说很认真的说，那个郑晓，你能不能把你最后一场16年的清唱发给我？然后我以为是要给我重新做配器还是怎么的，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我说要录音吗？对要录音，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录了很完美的觉得，然后发给他，然后他说谢谢你。第2天我问小肖你到底是什么事情？昨天太晚了。他说我很想学，然后我就惊呆了，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可爱。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粤剧的。他一开始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双台键独奏演奏员，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他的这个自身的个人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他也不是我们浙江本地的人。然后来到团里以后呢，他就是很喜欢台上演员在演这个，他就一天到晚在观察演员的唱啊、听唱啊，然后能看见的时候尽量能去看一下，因为他们台上在干嘛。对，然后他就是很喜欢这个。其实我这段时间排前堂里的时候，我也被他们乐队的好几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就是跟我对话的时候，就是说着东北话，突然来了几句粤白，叫我小蜜，哇，我就觉得他们好可爱，就是他们这种参与进来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真的是乐队演员、舞美也好，我们真的都是融入在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氛围当中，我真的觉得心里就很开心、很快乐，就是一个大家庭。对，是反过头来说，也是小百花它的综合艺术上面，从演员、舞美到音乐，它都非常吸引年轻观众。尤其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位我们乐队的实习生，然后前堂里面呢，他担任了首席小提琴，包括他还上台，上台了。对，真的觉得整个舞台都非常好看。然后每次就它的故事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完整。我每次看完一场戏，我会觉得就看了一部浓缩版的电视剧。哇，那说明我们小百花现在的舞台艺术创作特别现代。对，特别吸引年轻人嘛。对。那王金红的话，他已经不算是实习生了，因为他其实正式加入我们小百花已经第2年了嘛。当时他也是正音毕业的，他的毕业大戏也就是我们小百花原版的《西厢记》，当时就是杨晓庆导演来给你们导的，是不是？是的。对，还有我们的一些原声带啊和中声带演过那几个主演的老师都会去手把手教他们。毕业大戏就非常荣幸的，就是参与到了这个小百花它的经典的这个代表作《西厢记》，那么也非常荣幸，从挑角色开始都是杨晓青导演他来挑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幸运的宠儿。故事的分享呢，都来自于我们浙江小百花乐剧团青年演职员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备战新松计划全省戏曲青年演员大赛的主力军。那我们就让上一届2位新松计划金奖得主，给我们今年参赛的选手做一次他们之前的比赛的一些心得呀、一些经验呀，好不好？好。对于我们青年演员来说，真的太渴望舞台了。所以当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认真，甚至说过于认真。一旦有了目标之后，我就会不遗余力的去接近它。我从来不惜力，我不会省着点去用。所以一旦上头了以后，就是身体上的疲惫、心理上的焦虑，就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去问我自己，这样的过程或者将来的结果是你想要的吗？是你所追求的吗？然后我也得到了答案，这就是我想要的，所以这就是我要承受的。如果它不是，那我就转个弯，但是它是，所以我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往前走，我一定要战胜所有的疲惫、焦虑。
很庆幸我也就是战胜过来走过来了一路，所以我也想跟这次新松计划参赛的小伙伴们说，你们一定要勇往直前的往前冲，因为在你们身后，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敬业、非常优秀、非常团结的一个团队，有了他们，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我们可以更好的站到舞台上去展示自己。而且我也想跟你们说，不要害怕现在你们所经历的焦虑、困难和障碍，因为在将来的时光里，无论你这次的战绩如何，你一定会感激现在这么努力的自己，并且为之而骄傲。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最后的成绩，每次当下的努力，它都是代表了当下的你自己。人生都是自己和自己在博弈，所以每一次的比赛，所有的对手都不是别人，只有自己。所以放下所有的杂念，保持一颗真正的平常心，站在那个赛场上，自己和自己去对话，和你在演的角色去对话，这样子才能赛出更好的自己。等你回首再看，今年我的比赛，去年我的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到了不同的自己。刚刚听了那么多的故事分享，有动人的、动容的、感人的、可爱的。其实每一次的成长，每一次的进步，每一次的蜕变，都发生在小百花。这也是我们在小百花的青春故事。这次活动的最后，我们每一个人用一句关于青春的名言送给自己，好不好？也送给我们的青春。对，送给青春。全国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青春者，人生之春，人生之王，人生之华也。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细，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世界上没有再比青春更美好的了，没有再比青春更珍贵的了。春天就像黄金，你想做成什么就能做成什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寂，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之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青春是一场奔赴星辰大海的旅程，乘着前辈的翅膀，奋力去到最高最远，我们自己的星河。做追光者，也努力成为光。眼里有光，心中有梦。青春有我，奋斗有我。珍惜时光，加倍努力。挥洒汗水，不畏泪水，坚守初心，毫不动摇。对舞台永远有向往和热爱。目光所至，皆为希望；心之所向，皆为信仰。日日行，不怕千万里；事事做，不怕千万事。脚踏实地，不做虚功。青春似火，有最动人的旋律。我要把青春的声音调到最大。我要更多的人能听到我和我们。青春的声音，我们一起同频向未来。
我的青春就在这方舞台，追逐青春理想，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戏曲人的青春就是时刻准备着奔向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人生。我是小百花的青年戏曲人，我身边都是我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们会交出青春赛道上戏曲青年的最美答卷。我喜欢舞台灯光亮起来的那刻，我的青春也跟着明亮。当炬火去化作